如果人生只係一場短暫旅程，咁你打算點樣安放自己走後留下嘅價值？有人喺生時經營財富，有人經營名聲，但到最後，真正能夠陪你走遠嘅係乜？係功德，係善緣，係一段不滅嘅香火傳承。校園地宮唔只係一個收藏骨灰嘅地方，佢係一間靜靜運作嘅家族記憶銀行。每一座骨灰龕就好似一個靈魂賬戶，唔單止保存愛與思念，更每日為亡者累積功德利息，為子孫後代增添福報資產。傳統墓地賣緊地方，而校園地宮經營嘅係未來。當你選擇喺校園安放先人，就係為自己同下一代種下一棵福蔭嘅樹。每日香火供奉，經聲擾，就係最穩健嘅功德福利。默默將一份祝福變成庇佑3代、延續百年的力量。今日一念，未來7世得益。真正懂得投資的人，從來都唔只諗住今生。